新機場2萬平方米嘅土地，再加游泳池2萬平方嘅土地，再加 warehouse，同埋 workshop 辦公室喺呢度，mechanic 喺後邊，前院最靚嘅仔，成條街入邊呢間屋最靚，而且係最多 income cash flow 現金流好好。佢呢度做商業，呢邊做商業，呢邊係住宅，跟住仲有2萬平方嘅土地。呢個土地好值錢，因為未來係15街 Austral 主街 apartment 嘅地方。而家新機場開始應該 complete 咗啦，咁大概需要幾個月嘅時間去測試，然之後新機場就會開通，所以而家買入第時呢度就會被發展商收購，潛力無限。mechanic 喺度，業主呢喺呢度應該住咗20幾年㗎啦，好耐。咁今日第一次開放，我哋嘅新買家過嚟睇樓，呢個係買家嘅車。OK， 而家喺入邊傾緊，咁我哋係準備 auction 嘅，邊個出高價就邊個擁有。